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刑事局搁查到一件投资诈骗案，嫌犯骗讲有老师会1对1教民众投资，初步清查拢总骗超过3000万。警方是追踪嫌犯 IP 去到马来西亚，和当地做伙抓人，拢总抓到10个嫌犯。 三马嫌犯伫这间豪宅，互当地警方压制，以行连锁组成的犯罪集团，专门对台湾人下手。假装有老师会1对1来指导投资，会当得到高报酬等等的讲法来欺骗民众。刑事局透过追查 IP 了解到因的据点伫马来西亚，派员到当地协助马国的员警抓人，初步不法的所得超过3000万。这些犯嫌，我们这边遇到的困扰就是这些犯嫌在马来西亚落网之后呢？ 那如果假设没有遣返回来的话，那基本上我们就没有办法以这个刑法来诉追他。马来西亚跟我国无签订着司法互助协定，敢来当提供资料予对方的警方来抓人，嘛无法度甲嫌犯要求全部拢来遣返回来台湾。警方表示会继续甲对方交涉，希望会当甲涉案的人全部带回来台湾法办。我有新的来加一下。 骗钱手法非常的多，诈骗集团嘛透过通讯软体来骗家己一名妇人。对当中骗人的人假做是换了新校号的客囝，甲妇人讲有急用，无想要互伊家己的爸母烦恼，颠倒甲干妈来求援，嘛倒伫这名妇人哄骗100万。为了不想让父母担心，要求干妈千万别告诉他父母。妇人不疑有他，于6月16日下午赴台银汇款。 妇人汇了100万了后，过港阁要去银行，阁再汇款50万给对方。经过行员发现，通报警方，才无互伊的损失扩大。警方嘛提醒民众，就算是亲友有急用欠钱求助，伫汇款进前嘛要加查证，才袂防骗。记者王刘婷、陈hen坤报道。